大家好，歡迎收睇 Girls Mood。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將會為大家報道3宗消息，分別係許志安謙虛婉拒擔任歌唱比賽評判，旅遊達人梁子皮送1000尺大屋俾爸爸作為父親節禮物，同埋林秀怡喺錄影廠被安德尊強吻之後怒推對方跌低。第一單猛料，歌手許志安，大家平時習慣叫佢做安仔，喺前一排現身電視城出席公益金嘅大型籌款活動。當日安仔一出場就非常之搶鏡，佢着住一套好似白馬王子咁樣嘅全白西裝套裝，成個人望落去精神奕奕，臉色好好，而且全程都面帶笑容，睇得出佢最近嘅狀態真係維持得非常之唔錯。喺現場同工作人員以及其他藝人都有講有笑，完全冇前輩架子。當安仔喺現場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記者就同佢傾到最近電視台播得好熱鬧，而且搞得有聲有色嘅歌唱比賽節目《中年好聲音》，因為呢個節目自從推出以來，真係掀起咗全港嘅熱潮。好多熱愛唱歌嘅中年人都紛紛報名參加，去追逐佢哋後生時候未完成嘅音樂夢想。成個節目唔單止收視率好高，網上嘅話題度同討論度都非常之高。好多參賽者更加係一唱成名，成為大眾熱烈討論嘅對象。正正因為呢個節目搞得咁成功，所以記者見到安仔難得現身電視城，就順理成章問安仔之後會唔會考慮落場去擔任呢個節目嘅評判，用佢自己喺樂壇打滾咗咁多年，擁有咁多首家喻戶曉金曲嘅資深歌唱經驗，佢喺節目入面俾一啲專業同埋建設性嘅意見俾參賽者。點知安仔一聽到呢個建議就即刻表現得非常之謙虛，仲哈哈大笑咁樣婉拒咗，話自己其實真係唔識得做評判。安仔之後仲好認真咁樣解釋，佢話喺自己角度睇嚟，每一個人嘅聲音其實都有佢自己獨特嘅特質。只要嗰個人可以喺舞台上面完美發揮到自己把聲嘅特質，咁樣喺佢眼中就已經係一把好好聽、好有魅力嘅靚聲。正正就係因為每個人發揮出嚟嘅魅力同特質都完全唔同，所以安仔就覺得自己好難去用一個統一嘅標準去評判邊個唱得好啲，邊個唱得衰啲。佢自問真係無從入手，所以先至話自己唔係好識做評判。不過安仔亦都有提到，雖然自己未必想做嗰個手握生殺大權嘅評判，但係佢嘅唱片公司高層其實都有同佢商量過，話如果上去節目同班參賽者當係一種音樂上面嘅交流同分享，咁樣其實都係一件好好嘅事。所以大家之後或者都可以期待一下，會唔會有呢種形式嘅合作。記者隨後又繼續追問安仔，問佢睇咗咁多場比賽之後，對《中年好聲音》入面嘅參賽者有冇邊一個係特別深刻，或者令佢留下一啲難忘嘅印象。安仔一聽完就即刻笑住話如果依家喺度點名講邊一個得，邊一個唔得，咁樣對其他參賽者真係好唔公平。所以佢話個個參賽者都好有印象。安仔仲特別透露咗一個細節，佢話其實有某一晚嘅賽事非常之特別，因為嗰晚所有上台嘅參賽者都係揀咗唱佢自己以往推出過嘅經典歌曲。聽到一班參賽者喺台上面用自己嘅方式去重新演繹自己嘅作品，安仔話嗰場比賽真係令佢聽得好投入，所以印象特別深刻。不過當記者繼續深入去問佢心目中依家有冇邊幾位參賽者係佢嘅三甲之選，或者有冇邊個已經展現出冠軍相嘅時候，安仔就非常之誠實咁樣指出，佢覺得當晚嗰一班參加者嘅整體表現其實只可以算係平平穩穩，而且坦白講，暫時真係未有任何一個特別嘅人能夠喺台上面散發出一種令佢覺得好突出、好驚豔嘅光芒。安仔呢番說話雖然講得好中肯，但亦展現出佢作為樂壇前輩對音樂同歌藝嘅嚴格要求。大家睇到安仔依家咁積極出席電視台嘅活動，而且講起唱歌同音樂依然咁有熱誠，都好希望可以快啲睇到佢喺幕前有更多唔同嘅演出，或者真係好似唱片公司所講，上去節目同大家交流一下音樂心得，咁樣對一班參賽者嚟講肯定獲益良多。第二單猛料，講到孝順就真係要提下電視台嘅旅遊達人梁子皮。梁子皮憑住主持電視台嘅潮什麼系列旅遊節目，因為作風大膽，介紹嘅景點又新奇好玩，所以一直以來都深受廣大觀眾嘅喜愛。除咗目前嘅電視節目之外，佢私底下同老公仲一齊經營旅行社。同時佢自己又係一個非常之受品牌歡迎嘅網絡紅人，經常接拍唔同嘅廣告，可以話係吸金力極強，收入源源不絕。
一向出名好孝順嘅梁子皮喺前一排嘅時候，突然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咗一段同爸爸一齊去收樓嘅短片。原來隨住父親節就快到，梁子皮一早就默默策劃咗一個超級大驚喜俾爸爸，就係瞞住爸爸喺內地中山秘密置業，買咗一層面積接近1000尺嘅大單位，當作係送俾爸爸嘅父親節禮物。呢份大手筆嘅禮物真係既闊綽又充滿心意。喺呢段公開嘅影片入面，可以看到梁子皮為咗令呢個驚喜更加好玩，特別安排咗一連串充滿儀式感嘅收樓程序。兩父女首先一齊現身物業嘅銷售中心，喺嗰度正式辦理收樓嘅手續。期間，發展商仲準備咗好熱鬧嘅慶祝活動，包括要梁爸爸親自去敲鑼，同埋拎起個小木錘去撲一隻大金蛋，寓意大吉大利。梁爸爸直到呢個時候，先至由個女口中得知，原來自己已經成為咗呢層1000尺物業嘅業主，成個人顯得又驚又喜，塊臉上面充滿住幸福同埋欣慰嘅笑容。梁子皮對住鏡頭笑得非常之開心，同大家講話真係好高興可以驚喜到爸爸。佢到依家呢一刻先至知呢份父親節禮物。辦完手續之後，兩父女就一齊坐住銷售中心安排嘅高爾夫球車，出發前往參觀屬於佢哋嘅新居。沿途經過屋苑嘅綠化環境同建築物嘅時候，梁爸爸望住新屋嘅外貌，顯得非常之興奮，仲不斷用手指指住周圍，大讚話：哇，呢度真係好靚個！當佢哋正式踏入新屋嘅單位入面，驚喜真係一浪接一浪。因為呢個單位完全係達到拎包入住嘅標準。梁子皮帶住爸爸首先參觀客飯廳，一開門入去就見到入面已經整整齊齊擺放好晒全屋嘅家私，包括食飯用嘅餐桌同椅、客廳嘅舒適大梳化、茶几以及一整套電視櫃。最令人驚訝嘅係，連大電視機同埋全屋嘅冷氣機都已經全部安裝好晒。梁子皮之後再帶爸爸行入睡房參觀，指住牆上面嘅分體式冷氣機同埋已經裝好嘅精美窗簾，好自豪咁同爸爸講話：你睇下，連窗簾都有埋。梁爸爸睇到咁完善嘅配套，成個人都大感震驚，完全冇諗到個女會貼心到連呢啲細節都幫自己準備妥當。呢個1000尺大單位入面嘅睡房全部都非常之闊落，無論係主人套房定係客房，入面都一早配備好晒雙人床、大衣櫃以及床頭櫃，而且每間房都有連接住露台或者非常之大嘅窗台，採光同景觀都好優秀。其中有一間房嘅設計係屬於半開放式嘅。梁子皮見到之後就即刻霸氣咁向爸爸承諾，話自己一定會負責到底。佢同爸爸講，呢度之後需要自行封窗，等封完窗之後，其實呢度咪又可以變成多一間睡房。呢個工程嘅費用我包埋你啦。呢番說話真係展現出佢全方位照顧爸爸需要嘅豪氣同孝心。當兩父女參觀晒成個物業之後，佢哋一齊坐喺客廳張新梳化上面。梁爸爸高興到對住鏡頭豎起大拇指，大力讚賞女婿同個女送俾自己嘅呢份大禮。梁子皮隨後亦都有喺社交平台上留言寫道：終於拎到樓啦！自己今次秘密送咗一層中山樓俾爸爸做父親節禮物，成功帶俾佢一個大驚喜。佢仲大讚呢層樓性價比極高，唔使100萬港幣就可以買到成1000尺嘅物業。最緊要係買嘅時候已經包埋全屋嘅高級家私同電器，爸爸媽媽基本上只需要帶幾件衫就可以即刻上去住，真係超級抵玩。梁子皮仲透露，因為父母平時都非常之中意北上內地旅行同度假，以前每次上去都要周圍揾酒店住，依家有咗呢個屬於自己嘅溫馨小窩之後，以後佢哋北上玩就唔使成日住酒店咁煩惱，可以隨時隨地上去放鬆下。佢最後亦都借此機會預祝全天下嘅爸爸父親節快樂。好多網民睇完段片之後都紛紛留言大讚梁子皮真係一個難得嘅孝順女，揾到錢之後第一時間就係想去改善父母嘅生活質素，非常之值得大家學習。其實梁子皮近年真係發展得越嚟越好，以前有報道過佢早年其實都經歷過一段艱苦嘅日子，曾經住過好細嘅劏房，但係憑住佢自己多年嚟喺電視台嘅努力奮鬥，加埋佢獨特嘅旅遊節目風格，成功入屋，令到佢近年嘅收入幾倍咁樣激增，生活亦都越住越好。舊年佢哋一家人先至由九龍站上蓋近1000尺嘅3房海景豪宅，搬到去東涌嘅另一層大豪宅。佢自己亦都笑言自己有搬屋鋪癮，依家自己生活無憂嘅同時，仲可以用咁實際、咁豪氣嘅方式去回饋父母，送上一層安樂窩俾爸爸。
呢份孝心真係千金難買。第三單猛料，我哋就嚟睇下電視台節目《流行都市》嗰班主持私底下嘅爆笑互動。有一直收睇開呢個節目嘅觀眾都知，呢個節目嘅一班主持平時朝夕相對，大家嘅感情真係非常之好，好似一家人咁樣。其中最令大眾津津樂道嘅話題，就一定係大王安德尊同埋宋之齡傳足好多年嘅緋聞。佢哋兩個人經常喺節目入面公開打情罵俏、頂嘴互踩，但係又默契十足。所以一早已經被外界同埋電視台嘅同事視為一對非常之經典嘅幕前情侶。不過，同為節目主持拍檔嘅林秀儀日前就突然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咗一段同大王安德尊一齊拍攝嘅親熱影片。呢段片一出，真係嚇到大批網民紛紛大叫，仲話要即刻出嚟為證人宋之齡出頭。呢段片其實係佢哋趁住喺流行都市嘅錄影廠入面休息嘅時候拍嘅。影片啱啱開始嘅時候，畫面氣氛睇落去仲相當之甜蜜溫馨。只見林秀儀一臉溫柔咁樣從後面輕輕抱住安德尊，兩個人一齊對住鏡頭露出非常之甜美嘅笑容。而大王安德尊當時亦都顯得相當之順勢，好自然咁樣側過頭，輕輕親吻咗林秀儀嘅臉頰一下。如果影片只播到呢度，大家可能都會以為兩個人有啲咩新發展。點知呢個甜蜜溫馨嘅畫面維持咗連1秒鐘都冇，劇情就喺一瞬間發生咗超級大逆轉。林秀儀嘅表情突然間變得非常之快，由原本嘅甜笑1秒變成面露猙獰嘅神色。跟住佢成個人雙手發力，用盡全身嘅力氣將安德尊狠狠咁樣推開。當時大王完全始料不及，成個人頓時失去重心，以一種極其誇張，好似拍動作片咁樣嘅姿勢，直接向後倒地。因為林秀儀推得太用力，大王倒地嘅時候仲跌到兩腳朝天，場面非常之搞笑。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呢個咁有戲劇效果嘅爆笑互動，明顯就係佢哋兩個人為咗娛樂大家、搞嚇氣氛而特意排練同演出嚟嘅搞笑戲碼。林秀儀喺公開呢段片嘅時候，仲好鬼馬咁樣喺貼文上面寫到：搞乜嘢飛機？如果收到一條咁樣嘅片，可唔可以提告呢？大王今次真係辛苦你啦！呢段影片一曝光，短短時間之內就引來咗大批網民同粉絲湧入留言區爆笑留言。不過最得意嘅係，大家留言嘅焦點竟然完全冇擺喺林秀儀身上，反而個個都自動代入咗安德尊嘅正印緋聞女友宋之齡嘅角色，排住隊咁樣向林秀儀開玩笑同發出警告。好多網民紛紛高呼話：快啲放開大王！大王係屬於宋小姐係。亦都有人笑言話，宋之齡今次睇到呢段片之後，真係可以名正言順上東張西望節目去哭訴，兼且單方面申請離婚。同時因為大王被推倒喺地下，兩腳朝天嘅畫面實在太震撼。有網民就開玩笑咁話：林秀儀，你動手打老人家真係唔啱。不過講返正經，一班網民同觀眾其實都只係喺度開玩笑，完全唔需要擔心宋之齡會因為咁樣而真係動怒，清者自清。因為林秀儀本人其實一早已經名花有主，佢同佢嘅電視台導演男友 Kevin 其實已經穩定拍拖咗好多個年頭，兩個人的感情一直以來都非常之甜蜜同恩愛。喺早幾年嘅時候，佢哋更加已經一齊夾錢，以50萬嘅首期購入咗一個價值500萬港幣嘅屯門單位，一齊搬入去過住甜蜜嘅同居二人世界。近年佢哋亦都多次傳出好事近嘅婚訊，所以林秀儀同大王絕對純粹係同事兼好朋友之間嘅玩樂。至於大王安德尊同宋之齡嘅戀情傳聞，更加係流行都市觀眾咁多年嚟百看不厭嘅經典話題。佢哋兩個人唔單止喺節目入面經常以情侶檔姿態出雙入對，私底下亦都經常被傳媒影到一齊單獨外出食飯行街。雖然佢哋雙方咁多年嚟都從未正式口頭承認過戀情。日前宋之齡喺接受訪問嘅時候，仲開玩笑話私底下冇聯絡，仲大爆大王嘅身家一早已經突破咗億元大關，但喺觀眾同傳媒心目中，一早已經將佢哋公認為一對。今次林秀儀呢個鬼馬嘅介入，用搞笑拍片嘅方式去突襲大王，不但冇影響到大家嘅感情，反而更加為呢段傳咗好多年嘅經典緋聞增添咗不少有趣嘅火花同埋娛樂性。亦都睇得出流行都市節目組嘅成員私底下真係相處得非常之融洽，先至可以玩得咁大咁放。多謝收睇 Girls Mood， 唔知大家對於以上幾宗消息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